下下大兄啊，名与利皆虚乎？凡百事集中凶啊！道长，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哎呀，看姑娘面相，应该是大富大贵啊，只可惜这些福气都不是你本身的。行了，道长，走。哎，西城，哎，你刚才怎么跟人那么说话？这个人阴阳怪气的，别理他。上来。怕你累。我知道这样好多了，我自己走一会儿吧。上来。来。哎，西城，这条路我们走过了。走过了？是不是你记错了？道观在哪儿？奇怪，又是那个破地方。去那边。累坏了吧？西城，别说了，我知道，还是这条路，还是道观。邪了门了。你先下来。哎，哎呦，小心啊！啊，没事。你在这等我。那里有几个人，我下去看一下。嗯。嗨，美女们。哎，帅哥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想打听一下去山顶的路。那我告诉你，我有什么好处？你要什么好处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哎呦，真的吗？那我要你的联系方式，你告诉我。你怎么那么快出手啦？不是什么我先看到的吗？什么？干嘛你先看的？我先看的。哎，我只是想要打听一下路而已。顾西城，你问个路需要那么久吗？快了，马上。帅哥，她是谁啊？你表妹吗？对，她是我表妹的表嫂。表妹的表嫂，她是你老婆？对。其实是说你有老婆啦？是啊，啊，所以你这样结婚了？我是一个妻管严，不是你们的菜。妻管严又怎么样？结了婚又怎么样？结婚了还能离婚呢。帅哥，今天你的联系方式我要定了。不是你怎么这样呢？还有我要。哎呀，我干嘛？我先要的，我先要的。都别抢了，我都给，一个一个给。OK？ 有没有笔？有。搞定。你老婆的眼神啊，你是在吃我吗？他爬了一天的山，有点饿了。简直就是母老虎嘛！记得离婚了来找我哦。你也可以随时联系我。好。怎么了？一转眼就没了。哎，别走了，来，我背你，上来呀！哟，生气啦？没生气，可高兴了。哎，别装了，来，上来吧。我问你，你最后神神秘秘的那句话说的是什么呀？我说，他们随时可以打那个号码来联系我，有问题吗？没有。哎，等等，你知道我留的谁的电话吗？
不想知道。司徒硕的电话。真的？骗你是小狗。哼哼，上来吧。来，我背你。哦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刚才，哎呀，顾局长。嗯。这是给我的吗？2克拉的钻戒 ，for you。满地的花瓣，是我亲手一片一片为你揪下来的。我的手都成这熊样了。我不是在炫耀什么，亲爱的，我是想和你说，我是真心的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天哪，我实在太感动了。不过，我们才认识1天啊。你错了，1天时间，对于真正相爱的2个人来说，已经足够漫长了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是太阳，我就是绕着你公转的卫星；如果你是红太狼，我愿意做灰太狼，天天给你抓羊。如果你是胰岛素，我愿意得高血糖。可是，嘘，什么都不要说。I love you。主人，来电话啦！主人，来电话啦！主人来电话啦！那还不接电话呢？等我一下下，马上就好。主人，来电话啦！主人，来电。喂，嘛呢？不知道人求婚呢吗？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，谁？丽丽呀，我什么时候和你说过你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的呀？没有啊，这句话我只和露露说过。丽丽，露露，哼，你女朋友蛮多的嘛。娜娜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事情不是……我根本不叫娜娜。哎，臭不要脸！你能告诉我你到底叫什么吗？哎呀，帐篷已经搭好了，累不累啊？不累啊。别忘了，我是行的。你的脚怎么样了？还疼吗？好多了。让我看看。哎，还有点重。这样吧，明天让家里的医生过来看一下。这2天啊，你就不要出去了，在家里好好养养。我哪有那么娇气啊？没那么严重。不行，你必须听我的。
好的，听你的。没想到这山里的夜景还挺美的。说实话，我还是第一次在山里过夜。杰西，谢谢你。我也是第一次在山里过夜啊。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，当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，但你依然是我最坚守的好，也是我治愈的药。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西城，西城，快过来！日子越来越少，怎么了？你给我最温暖的怀抱，也给我最阳光的笑。真的好美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争吵，锦溪，才换来如今彼此相信我，相互依靠。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四叶草。有那么多的人来了又去了，那么多缘分相聚又散掉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，才换来如今的回忆，割舍不掉。愿我的幸福成为你的骄傲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。少夫人，少爷说了，你的脚还没好呢，要多注意休息啊。老在屋里闷着也不舒服啊，出来透透气呗。其实我觉得也快好了。哎，那大少爷有没有说他今天什么时候回来？少爷他没有特别的交代。少夫人，外面有个人说是您父亲想见您。您要过来找我干什么？啊，女儿我现在倒觉得有个有钱的女婿真不错。爸爸好长时间没睡着了，刚才睡真香。你又打什么如意算盘了？不是上次我找你要20万，你没给我，等半天，人顾西城爽快，派人给你爸送了20万的支票。你说什么？顾西城给你20万？啊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他要不给我送支票，你以为你这段时间过得那么舒坦呢？我早来了，我。他要是知道他为什么不揭穿我，他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撒谎！那谁知道呢？现在有钱人哪喜欢找虐啊？人装糊涂呗。顾西城这小子贼着呢。如果你这次过来就为了告诉我这件事的话，那我知道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你看，你孩子这么犟，哎，爸爸缺钱了，你接济我点，爸爸就走。贺振东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完了呢。你要是不改变主意，爸爸转身就走。不管你说些什么，我就俩字儿：没钱。你爸爸人穷可不傻。妍希，我告诉你，女儿，打一进顾家我就认出你来了，你不是锦溪，因为锦溪打小就不叫我爸爸。虽然你们俩长得很像，但我是你爸爸，那眼神里我能认得出来。放开我！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。我就是贺锦溪，如假包换的贺锦溪。装，继续装。我找顾西城拿100万啊，
我拿了100万，你爱怎么装怎么装，跟我没关系。100万，你是不是疯了呀你？你爸没疯，我现在手里有个秘密，我要是再不拿这秘密换100万，那你爸爸才疯了。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秘密，顾西城都不会相信你，没有人会相信你。呀，真不相信呐？爸爸好长时间没见你。没有，这不爸爸是太长时间没见的了，激动了。赶紧的，1个星期内准备100万啊！别走。怎么，改主意了？妈妈她已经生病这么多年了，我挣的钱都用在医药费上了，我真没钱。我说女儿啊，你是当阔太太当傻了是吧？那没钱想办法搞钱去啊！你没办法，爸爸给你出主意啊！爸，你怎么能对我这么狠呢？女儿哎，不是爸爸对你狠呐，是别人对爸爸狠呐！哎，这个食堂就是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这些你得跟你姐姐锦溪学呀，打小我就教她，是吧？别这样，赶紧想办法整100万。1个星期以后，你要是没有100万，我就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你是谁。爸，行了，别送了。爸，好好过啊，爸爸挺好的。你答应我的100万呢？钱呢？钱呢？我让你身败名裂！你给我等着！你这个贱人！我让你看住我老公，不是抢我老公。你知道我跟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就是你不识时务，对吧，启程？来人，把这个不知道从哪来的女人给我拖出去！不要再来我们的家！不，启程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启程。启程。怎么了，姐姐？没事吧？啊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啊？没事了，过去了，只是个梦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苏妍希，你敢跟老娘抢男人，你就是个贱人！你说，他是不是贱？贱，绝对贱，他就是天底下最贱一贱人。来，再喝了这杯，让世界上所有的贱货都他妈见鬼去！给我滚！你们他妈几个也不是好东西。妹妹，我实话告诉你，哥们儿跟你喝酒是看得起你，装哪门的清高？看看你自己，你还是什么好玩意儿啊？这位帅哥啊，你都弄疼我了。那妹妹今天不是喝多了吗？说了几句醉话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改天我请大家喝酒当赔罪。今天我就先告诉你，一句喝高了就想走人，你把哥几个都当什么呀？那哥哥你想怎么样嘛？这么多人在，你不会欺负妹妹？学亏了啊！晚了。哎，喝完了你走，喝不完跟我走。
要不是因为你这个贱人，我怎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？贺振东，季成，怎么了？你现在是要去上班吗？对啊。怎么了？啊，那个车钥匙忘拿了。哦，行，那我走了。我那个怎么了？有什么事你就说嘛，吞吞吐吐的。还是等你回来之后再说吧。好吧，拜拜。路上小心啊。嗯。伯父，长城这儿的点心做的特别好。姑娘，你今天叫我来，不是简单的让我喝杯咖啡、吃点东西的吗？伯父，你怎么这么说呀？那锦溪是我的朋友，你是他爸爸，我请你吃点喝点，不是正常的吗？上一次你是不是故意把贺锦熙的信息告诉我了？的刚刚好，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，你别太在意。